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讲到西侧大众庙，大家应该对绿色隧道印象深刻。为了进一步活化西侧大众庙周边的景点，立委陈廷辉特别邀请粉嘉南国家风景区、甲大港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两位处长到场会勘，希望会当增设停车场甲休闲设施，提升西侧大众庙的观光资源。西侧大众庙一直是台南的热门景点之一，有台版亚马逊的称号，吸引海内外真侪游客前往参访。为了西侧大众庙未来发展甲规划，立法委员陈廷辉就甲庙方邀请粉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甲大港国家公园管理处两位处长到场会勘。希望会当进一步提升西侧大众庙周边的亮点。咱西侧大众庙，咱现主是咱的绿色隧道，会当讲是成为咱各界非常重要一个观光景点，所以来游客非常的多。不过咱嘛希望讲会当将这个景点变成是一个整体化的规划，所以咱今日特别邀请到两位处长，上主要就是咱有一个海宝桥，我们有一个凉亭，咱嘛有一个这个停车空间，咱希望讲会当做整体规划了后，透过着咱粉嘉南甲着大港的协作，将咱整个咱的整体规划甲建立起来，而且甲这个桥会当变成一个亮点观光桥，甲这个亮点会当变成一个咱会当休息的所在，嘛是咱一个指标。大众庙后面的海宝桥是一座横跨红树林绿色隧道的吊桥，因为连接后面大片的旱地空间。未来两个国家风景处将会联手帮助西侧大众庙周边的开发甲维护。大众庙的绿色隧道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知名的观光景点哈。那我们在原本早期施设的一些，包括凉亭哈，还有一些情人桥等等哈，设施已经算是老旧。那为了游客的安全哈，然后我们云嘉南管理处这边哈，会来尽全力来协助这里的一些设施的整备整修哈，期望能够把这个游客来了之后，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设施，然后有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四草的绿色隧道，包括大众庙，还有四草炮台哦，是台江国家公园很重要的一个景点跟保存的对象。那我们乐于去就是协助大众庙那管理委员会来做好这里的规划，尽量协助让这个景点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一个知名的景点。台南国际观光热点的西侧大众庙甲绿色隧道，虽然已经是热门的景点，但也是需要进一步提升观光品质，甲开发周边的亮点，吸引更加侪游客，并且创造话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近年来，台南市的本色清运费用一直在起价，所以长期照顾机构负担增加，甚至还有业者想要加收料自我处理费用。机关李文正认为，当照机构的本色有特殊性，应该特别处理。针对长照机构尿布处理费提高的问题，议员李文正强调，出来老大人的尿布会当做一般本色的方式处理，但安养机构的老大人除了需要负担带伫机构的费用以外，更有可能被加收一笔本色处理费，非常不合理。最主要就是讲，咱即马垃圾减量嘛，垃圾减量的时阵吼，变做伊的这个清运的费用，它就3级跳了。3级跳当然，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养护之家、长照机构，因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提高啦。一个人去养护、去安养的咧可怜啊。即摆咱若讲，因为安尼成本的增加、成本的提高、垃圾的问题，这个对家属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所以咱
虽然有某一部分呢，这个改善解决，咱嘛真感谢环保局，真感谢卫生局，吼。啊，毋过呢，咱希望讲吼，会当搁再做互伊搁较好势安尼吼。环保局指出，经过议员多次反映，目前已经结合相关单位成立清除工会，提供长照业者清除公司的名单，互伊会当家己比价。我们有成立这个清除工会的平台，那借由这个工会，那提供一些会员的名册，那让这个清除照护机构能够去咨询洽询这个清除的问题。那这个价格的部分，因为有这个机构，它可以互相比较，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个任意调整或是价格不合理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处理到目前有来洽询的这个护理之家，他们大概都可以找到合理的清除机构。议员李文静认为，长照机构的本色有特殊性，应该特别处理。政府应该爱设法减轻业者的负担，也避免将成本转嫁到民众身上，颠倒造成家庭的困扰。但新闻家陈林根采访报道。文化部为了强化古迹甲文物的保护，将真侪防灾新科技放伫古迹当中，而且佮选伫古迹上介侪台南进行防灾演练。水炮即将开启，感应已经发动了。这时候，我们的指挥班也带领灭火班到现场进行现况的防护。自发性防灾设施伫咧侦测到民怨塘有火的感应以后，就自动发射出水幕，伫咧真紧的时间内，就将火势控制掉的。这个由中央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主导的高科技防灾演练，除了台南市政府的消防局、警察局大力配合，同时也结合了孔庙文化基金会协助，进行包括游客人员疏散以及文物抢救、刷到安全区域等等的演练，来达到自救、公救、共救的完整系统。我们要建构一个区域型的一个防灾的体系，那隔壁的邻居，因为火灾一定会蔓延到隔壁，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区域的防灾的机制，这个就是共救。那共救在这个马上发生火灾的过程当中，共救一定会有一段的时间，所以有消防单位、警政单位，他会马上提供了一个公共部门的一个救助，也就是从自救、共救、公救这个机制里面来进行整个古迹的防灾的守护。那我想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我们部长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也提了一个防灾守护方案。那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整备的机制，我就是刚刚我所讲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灾的体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推动自主的科技的设备，那也就加强我们的防灾的设备。第三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社区的一个守护方案，也就是社区大家能够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国定古迹。文化部也希望未来一档会当争取1亿的经费，进行古迹的自发性防灾设备建制。目前第一批拢设置伫台南，未来也规划将高雄、台北古迹纳入，希望结合了新科技以后，会当大量减少文化资产受灾案件，确实守护台湾文化资产的价值。台南新闻网号张伟忠采访报道。漫画人物史努比的专柜正式进驻台南的百货公司，开幕仪式特别邀请艺人吴怡佩来担任一日店长，柜台的亚洲限定商品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史努比是真侪大小朋友拢真喜欢的卡通甲漫画人物，因此伊的周边产品包括衫裤、帽仔、鞋仔以及真侪生活用品，也不断被开发出来。伫日8号下晡，史努比的专柜也伫台南知名百货公司盛大开幕。当中担任一日店长的艺人吴怡佩，家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史努比，所以伊也真热情来甲大家介绍亚洲限定的史努比商品。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身，这个吊带裤就是亚洲限定，就是即使是你到美国去，或者是到史努比的发源地去，你是买不到我身上这一套。你看这个吊带裤。它非常非常好穿，它的单宁布是很软的。然后你看它的史努比的头是刺绣风，因为今年很流行刺绣风。然后你看我里面搭的这一件 T 恤，它就是一个史努比的头露出来，所以这2个都是亚洲限定。那其实这家旗舰店里面有很多亚洲限定商品，所以喜欢史努比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
在开幕会当中，上受到大家注目的，就是这只3公尺悬的史努比，号称是亚洲目前上大只的。所以一亮相，就引侪民众做伙翕相留念，现场气氛非常欢乐。但是炸山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饮。立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乐江桥伫7月初委托嘉南药理大学办理中餐烹调培训班，27位学员伫接受10礼拜，总共400点钟的专业训练之后，已经顺利结婚。带大家来看这学员展现什么款的成果。嘉南药理大学受到市府乐江局的委托，办理中餐烹调培训班。27位学员伫经过10个礼拜，总共400点钟的学习之后，8号一天总算结婚。学校特别颁发结婚证书，给每一位学生。除了恭喜因顺利毕业，也期待当用料理开创未来。每一位学员的学习都很用功认真。从一般的台菜、一般的我们家常菜，到一般的半桌菜，都有学习，而且我们的师资都是很经验丰富，包括术科之外，还有学科啊，教导学员在食品安全的一个安全呐，还有开店、行销，甚至到我们如何做一些便当啦，一些简易的料理。到很多行业都可以去应用，甚至夜市啦，或者是一般的餐饮店、餐饮业，都可以结训之后都可以凭这个结训证书，能够如期的来应征工作。那我相信一定也是同学们都是非常用心，所以才有今天后面这些就是这么闻起来真的超级就是非常香、非常可口的料理呈现出来。那就是也期许大家在结训之后呢，就是有习得这些技术，这些中餐烹调，不管或者是像是在专业学科的部分，像是食品卫生管理啊，或者是行销技术这方面的课程之后，都可以有这些学习到这些这些专业的技术之后，都可以稳定的就业，不管是在创业或者说你去找工作。虾仁炒饭、炒米粉、油饭、药炖排骨等的料理，拢是培训班学员精心制作的成果。其中有一位来自越南的阮玉蝶，就希望将台菜甲家乡菜做结合，开发新的创意料理。上完课，我的梦想是想自己开店创业，然后又把我有学到台湾的口味，加上我的越南的口味，再合起来开一个店。反正还梦想还没开到，什么时候我开，我才通知你们这届受训的27位成员，其中已经有8位考到丙级的证照。校方也希望村落来学员会当成功考到证照，运用因的新专长，顺利投入职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迎接新生搬入宿舍，特别派出棒球队员来担任挑夫，斗3工搬行李，同时佮担任导览员介绍环境，互新生佮家长拢感觉真甘心。今年华医科大大数的新生陆续报道，只要一落车，棒球队的学长马上斗3工摕行李、搬皮箱，各种大大小小的物品，拢斗3工搬运。校长詹信超也带领校方以及主管
做伙迎接新生，让新生甲家长拢感觉足甘心。那今天新生跟家长一起来住宿哈，我们为了要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动员学生来当志工来帮忙，欢迎入厝啦哈，这回来入厝。我们中华医大现在少子化非常严重，其实很多学校的招生情况都非常严峻我们新生今年招生还比去年还好，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特别要欢迎这些家长、这些学生。新生谢家军对着这款的服务非常的感动，认为学校这种鼓动，让因对未来校园生活非常安心。担任跳舞的棒球队队长洪宏毅也表示，希望透过亲切的迎接方式，让学弟学妹感受到华裔大家庭的温暖，早一天适应新生活。其实一开始都很紧张，因为要来新的环境。可是来到这个环境之后，然后发现学校很贴心，他派了那个球队的服务大使来帮我们提行李。其实我觉得很亲切，然后很感谢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亲善大使的出现，让我在新生的第一天其实就没有那么紧张。帮忙这个活动还不错，就希望学弟妹可以融入这大家庭，然后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亲切感，这样。这届华裔的新生有将近2600位，为了让因早一天熟悉校园，校方也将在9月9号、10号安排新生训练，或者新生会当展开一个快乐的大学生活。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云林舞蹈团年度创作《我不是我》，9月9号、10号2天将在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登场，特别邀请3位优秀的在地舞者，第一届用性格舞蹈形式来呈现这出舞剧的特色。云林舞蹈团是咱市优质的在地舞团，在真侪比赛拢会当看到因优胜的创作。今年云林舞蹈团特别邀请知名编舞家赖翠霜为舞作《我不是我》担任编舞的工作，并且结合3位在地优质的舞者，呈现出有别以往、非常有个人风格的舞蹈剧场。我想今年特别在把这个《我不是我》的作品带到原声剧场。那今年也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编舞家赖翠霜赖老师，在右手边这边哈，他特别邀请我们赖翠霜老师到台南来，跟我们在地的这一群舞者来做这样的一个一起工作跟创作的作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尝试的方式。除了说给这些舞者一个舞蹈能够一个创作的平台之外，也在刺激我们南部观者的一个观点，那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作品能够展现。我不是我这出舞作9月9号到9月10号这2天，将会在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登场。云林舞蹈团欢迎市民朋友踊跃买票入场观看，做伙支持在地优质舞团的精心创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位39岁男性因为一礼拜无排便，腹肚胀佮痛，检查发现是大肠肿瘤，造成阻塞。透过基美病院跨科部的合作，采用大肠支架佮微创腹腔镜的手术，可以提早恢复正常的生活。大肠癌造成肠仔塌掉的问题，伊用必须透过肠造口手术来改善腹肚胀佮痛的情形。片面肠仔破去，造成腹膜炎。但日前基美医学中心采用大肠支架手术，将肠仔镜复开，解决排便的问题，然后再安排微创腹腔镜手术来切除肿瘤，让病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大肠支架的优点就是病人可以避免一个造口。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的黄先生基本上如果要做肠造口手术的话，基本上他手术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病人他的体重高达120公斤，那 BMI 值高达42.5，
再加上肚子很胀的情况下，今天如果你让他去上一个全身麻醉，做一个肠造口手术，手术完第一件事情，他可能呼吸器无法顺利的拔除，他必须转进加护病房。第二个，病人越胖的情况下，皮下脂肪是越厚的，你要从体腔里面把一个肠子拉出体表的话，困难会越高，那你就势必要把一个很胀的肠子拉出体表，你伤口就要画得越大，伤口越大，那病人感染的机会相对就会提升。那伤口越大，病人就会越痛。所以有了一个大肠支架的置入呢，病人可以避免一个肠道的手术。那特别是我们这个比较特别的案例的黄先生，他可以经过不用麻醉、不用手术的情况下，支架放置之后呢，可以顺利的排气、解大便、进食。接下来在支架置放之后1个礼拜，我们可以赶紧的帮他安排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借由肚子上面打几个小洞，那把肿瘤给切掉，把肠道重新做一个吻合。医师强调，人工肛门会产生外漏，也就是臭屁的问题。加上这名病患比较大颗，若是要做肠造口手术，不但增加手术麻醉的风险，而且空隙会更较大，产生并发症的机会也对咧提高。所以透过跨科部团队合作，希望提供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更加先进、正确的医疗。但是本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早，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